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句出自《論語》嘅經典名言，就好似一面明鏡，照出咗世間好多人唔同嘅價值取向同人生成就追求。而郭晶晶呢位跳水界嘅傳奇人物，就正正用自己堅定不移嘅行動，深刻又生動咁詮釋咗呢句話嘅真正內涵。喺繁華喧囂、紙醉金迷嘅香港豪門太太圈入面，各種聚會邀請好似雪花咁紛紛飛嚟。但面對呢啲看似熱鬧非凡，實則充滿虛榮同攀比嘅聚會，郭晶晶一直都保持住清醒嘅頭腦，唔刻意去迎合。佢深知呢啲聚會背後所代表嘅價值觀同自己嘅追求差好遠。當豪門太太們身着華麗衣裳，佩戴昂貴珠寶，喺聚會上爭奇鬥豔，互相攀比奢華嘅時候，郭晶晶卻堅守住自己低調嘅本心，以樸實無華嘅形象示人。佢唔追求外在嘅浮花，更加注重內心嘅充實同精神嘅富足。令霍震霆都唔想到嘅係，郭晶晶公布新身份唔耐，竟然又再令豪門太太圈陷入沉默。上年，郭晶晶最令人驚喜嘅新身份，無疑就係喺巴黎奧運會上擔任跳水裁判。呢個身份嘅轉變，唔單止係職業上嘅跨越，更加係佢喺國際舞台上面話語權嘅體現。當佢以專業嘅眼光同公正嘅評判喺國際賽場上為跳水運動保駕護航嘅時候，亦都意味住我國跳水項目喺國際上有咗質嘅飛躍。佢嘅存在令世界見到中國跳水運動員嘅專業素養同國際影響力。今年，郭晶晶依然冇停低前進嘅腳步，又陸續有咗唔少新身份。3月份，佢被任命為廣州市南沙文化會副會長。呢個任命既係對佢個人能力嘅認可，亦都係對佢為體育文化事業做出貢獻嘅肯定。後來喺採訪入面，記者問佢而家忙嘅嘢係咪同全運會有關？佢嘅回答簡潔而有力，充分展現咗作為南沙文化會副會長嘅責任同擔當。我作為廣州市南沙文化會嘅副會長，一直都好努力去推動文化體育融合發展。今年，我哋喺南沙區打造環區迎全運體育季系列活動，同時推出中國體育榮光印象展，希望盡自己一份力，令更多人感受體育嘅魅力、文化嘅溫度。從佢嘅話入面，我哋可以感受到佢對體育文化事業嘅熱愛同執着，以及佢為推動體育文化發展所付出嘅努力。可以睇到，郭晶晶無論身處咩位置，都會為體育文化嘅發揚光大盡心盡力。佢唔單止喺宏觀層面推動體育文化嘅發展，仲喺微觀層面關注住體育人才嘅培養。今年4月份，佢又多咗一個新身份——北京景山學校體育教長。喺學校參觀期間，佢首先觀看咗學校游泳隊嘅訓練，睇住啲充滿活力同潛力嘅細路仔，佢好似見到自己年輕時嘅影子。跟住，佢同泳隊嘅小學、初中、高中隊員進行咗短暫嘅交流。雖然時間唔多，但佢都真心實意咁激勵呢啲小隊員，無論何時，最大嘅壓力都來源於自己，戰勝自己，你哋就可以取得成功。呢句話唔單止係對泳壇未來人才嘅寄語，更加係郭晶晶一路走嚟嘅最佳概括。佢從一個普通嘅跳水運動員，憑借住頑強嘅毅力同唔懈嘅努力，戰勝咗無數嘅困難同挑戰，最終成為咗跳水界嘅傳奇人物。從金牌運動員到國際泳聯裁判，再到而家嘅體育教長，郭晶晶每一次身份嘅改變，都係佢奮鬥重心嘅變化。佢始終緊跟時代嘅步伐，唔斷調整自己嘅方向，為體育事業嘅發展貢獻住自己嘅力量。當佢將視覺聚焦於體育教育事業，相信未來中國跳水項目肯定人才輩出。佢用自己嘅行動，為中國跳水事業嘅未來播下咗希望嘅種子。當大眾仲為郭晶晶擔任體育教長交口稱讚嘅時候，佢再次突破自己，獲得咗新身份。11月5號，2025年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青年女性榜單正式發布，郭晶晶榜上有名。呢個榜單由亞太經合組織聯同多間國際機構評選，聚焦女性領導力同社會貢獻。
呢份榮譽嘅含金量，從評選標準入面就可以睇到，唔單止要求喺專業領域成就卓越，仲需要具備可持續嘅社會影響力。喺香港豪門太太圈嘅認知入面，榜前榮譽好多時都同家族背景或者商業贊助有關，但郭晶晶入選呢個榜前，卻徹底打破咗呢種偏見。佢唔需要豪門太太嘅身份做背書，之所以可以登上榜前，唔係因為佢係霍太太，而係因為佢係郭晶晶。佢憑藉住自己嘅實力同努力，贏得咗國際社會嘅認可同尊重。霍震霆都唔想到，當年嗰句郭晶晶下嫁嘅含金量，而家仲喺不斷上升。當初郭晶晶嫁入霍家，被外界認為係下嫁，但隨住時間嘅推移，郭晶晶用自己嘅行動證明咗佢嘅價值。佢唔單止為霍家帶嚟咗榮耀同聲譽，更加喺各個領域展現出咗自己嘅才華同能力。而郭晶晶公布新身份唔耐，佢就又再令豪門太太圈沉默啦。郭晶晶被香港豪門太太圈排擠嘅傳聞由來已久。2022年，有豪門太太中嘅豪門太太之稱嘅彭如霧莊喺私人花園入面舉辦咗一場聚會。呢場聚會嚟嘅人非富則貴，聚集咗唔少名媛豪門太太，就連一向少少出席呢啲聚會嘅郭晶晶都罕有現身。當日佢嘅打扮好低調，手腕上面戴住一條好常見嘅黑色頭繩，同周圍啲珠光寶氣嘅豪門太太們形成咗鮮明嘅對比。但喺最終發佈嘅大合照入面，卻唔見郭晶晶嘅身影。呢個細節引發咗外界嘅種種猜測，亦都令郭晶晶被豪門太太圈排擠嘅傳聞甚囂塵上。2023年，類似嘅排擠傳聞再次出現。喺2023年3月，名媛鄭志文慶祝名下酒店開業4週年，又請咗一眾豪門太太聚會。鄭志文係香港4大家族之一周大福創始人鄭裕彤嘅孫女，佢請嚟嘅人自然身份都唔簡單。不過從呢次發佈嘅合照睇，居於 C 位嘅並唔係鄭志文，而係李嘉欣。只見郭晶晶站喺最後一排，幾乎成個身子都被擋住，只能夠用一隻手勉強扶住旁邊人嘅肩頭。呢張合照再次引發咗外界對郭晶晶被豪門太太圈排擠嘅討論。當被豪門太太圈排擠嘅傳聞甚囂塵上嘅時候，郭晶晶用實際行動證明，佢從來唔係被動排擠嘅對象，而係主動選擇跳出虛榮圍城嘅清醒者。佢唔屑於參與呢啲虛榮嘅聚會同攀比，更加唔願意為咗迎合他人而改變自己。佢有着自己嘅人生成就追求同價值觀念，堅定地行喺屬於自己嘅道路上。今年11月8號，郭晶晶一襲黑裙，搭配高級珠寶，亮相某品牌晚宴。簡單嘅黑色連衣裙穿喺佢身上，唔單止唔顯單調，反而有一種唔使講都知嘅威嚴。佢以優雅嘅姿態出現喺晚宴上面，展現出咗一種別樣嘅魅力。前腳參加完晚宴，郭晶晶第二日就又辦咗一件大事。11月9號晚，15運會開幕式主火炬點燃儀式正式開始。而有資格點燃主火炬嘅，必然唔係簡單嘅人。第一棒火炬手由馬林同鄭若琳擔任，佢哋都係體育界嘅傑出代表，為中國體育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第二棒火炬手由香港嘅黃金寶同澳門嘅方文浩擔任，佢哋喺各自嘅領域都有着卓越嘅成就。第三棒火炬手就係曾獲31個世界冠軍嘅郭晶晶，同另一位網球運動員黃欣瑜。郭晶晶同黃欣瑜並肩點燃火炬嘅身影，令習慣咗用豪門光環衡量價值嘅豪門太太圈啞口無言。呢個時刻成為咗全場嘅焦點，亦都再次證明咗郭晶晶嘅實力同影響力。呢再次印證咗嗰句，其他豪門太太去得嘅地方，郭晶晶並非去唔到；但郭晶晶去得嘅地方，其他豪門太太唔一定去得到。更加值得玩味嘅係11月2號上午，霍震霆喺火炬傳遞香港站，曾擔任第16棒火炬手。霍家深耕體育界半個世紀，霍震霆從國際奧委會委員到奧理事會副會長，始終都想推動體育平民化，堪稱體育世家嘅佳話。
但郭晶晶嘅光芒並冇被家族掩蓋，反而以獨立個體嘅姿態成為焦點。佢憑藉住自己嘅努力同成就，喺體育界同社會上面贏得咗廣泛嘅認可同尊重。當豪門太太們仲為聚會派對上面穿咩先可以成為焦點而煩惱嘅時候，郭晶晶早已經喺國際泳聯參與制定規則。佢以專業嘅知識同豐富嘅經驗，為跳水運動嘅發展貢獻住自己嘅智慧。當佢哋為慈善捐款造勢嘅時候，佢嘅公益計劃已經建成多個場館，服務咗數萬青少年。佢用自己嘅實際行動，踐行住社會責任，為青少年嘅成長同發展提供咗有力嘅支持。郭晶晶令豪門太太圈沉默嘅，從來唔係身份或者排場，而係重新定義咗豪門嘅價值。佢嘅武器從來唔係奢侈品，運動員時期77枚金牌就係底氣。呢啲金牌係佢多年努力同拼搏嘅見證，亦都係佢喺體育界立足嘅根本。退役後苦學考到嘅國際裁判證就係實力，呢個證書令佢喺國際賽場上面擁有咗話語權，能夠為跳水運動嘅公正評判貢獻住自己嘅力量。而家嘅亞太影響力頭銜同聖火傳遞榮耀就係雙重認可，呢啲榮譽係對佢多年嚟為體育事業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嘅高度肯定。如果融入唔到豪門太太圈就係唔合群，咁郭晶晶一枝獨秀就係最優解。佢用自己嘅行動證明，真正嘅價值唔在於迎合他人嘅標準，而在於堅持自己嘅信念，追求自己嘅夢想。郭晶晶那些唔合群嘅背後，係清醒嘅自我認知，係唔隨波逐流嘅勇氣。佢唔迎合豪門太太圈嘅虛榮規則，亦都唔沉溺於豪門嘅安逸生活。佢有着明確嘅人生目標同追求，始終保持住積極向上嘅心態同努力奮鬥嘅精神。正正係唔同嘅追求，先成就咗佢唔同嘅人生高度。佢用自己嘅故事話我哋知，只要我哋堅定自己嘅信念，勇於追求自己嘅夢想，就一定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嘅精彩人生。願我哋都可以好似佢咁，唔被世俗潮流裹挾，揾準內心嘅方向，用熱愛同堅持，活成獨一無二嘅自己。喺人生嘅道路上，我哋要保持住清醒嘅頭腦，唔被外界嘅干擾所影響，堅定地行自己嘅路，實現自己嘅人生價值。